来关心加沙的情势，初三有真大的进展。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哈马斯遂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的人质。然而，解除武装的问题因并无讲明。虽然川普要求以色列要随停火，不过根据上新的消息，以色列轰炸加沙的行动犹原无停歇。哈马斯伫初三发表声明，根据美国总统川普提供20点和平计划，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包含生者甲遗体。佮针对部分细节，马上启动协商。针对是毋是解除武装，哈马斯无明确回应，也强调加沙走廊的管理权应该交由有巴勒斯坦共识，佮得到阿拉伯甲伊斯兰国家支持的独立行政团体。We don't need the weapon if there is no occupation. We will never accept anyone out, not Palestinian, to control the Palestinian. But this does not belong to Hamas only. This belongs all of the Palestinian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对哈马斯伫最后的半日通宵进行2日，真紧就回应。川普透过影片感谢促成这项成果阿拉伯民国。This is a big day. We'll see how it all turns out. We have to get the final word down in concrete. Very importantly,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the hostages come home to their parents and having some of the hostages. 中东问题专家分析，哈马斯用动机暗过保留的做法是正巧，将基地重新偏回以色列甲阿拉伯国家。哈马斯对解除武装甲巴勒斯坦地规定基地无好态度，为加沙和平问题加入不确定因素。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甲军方也发表回应，表示会处理川普计划第一阶段，也就是释放人质。虽然川普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迎接和平，也呼吁以色列爱停止轰炸，将确保救出所有人质。不过，根据加沙当地消息，哈马斯初三发表声明了后，以色列议员继续轰炸加沙。同时，以色列军方也想要拿下去加沙援助的全球经济军队最后一只船。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